你要穿粉色的噻？哪一件比较好看？这个比较好看。这件哦，比较柔。民国40年左右吧。哦，那时候特别生意中吼，给树叶特别头上贵头上是钱，跟他冇人做生意咩？以前那布店7、8间，个布店其实冇做啥嘛，是卖布店的。是外张有做个散户，所以买个东西，东山八代买个是有做了，拍2边头发一边不错，远远看着，远远看比较好。我买这一件哈，按钱给你。我的姐妹通通都有读中学、高中、大学嘛，只有我自己没有读，没有读，因为我老二嘛。我妈妈我是要分班，6年级要分班嘛，要考，那就是要什么班啊？然后我妈妈就说，你来留了出露台一点得了，不然还是更厚啊，就没有读，就国小毕业就妇女会有教那个裁缝的嘛，不用钱的，我就去学。我是怕没事做，我一生就是怕没事做。其实我很早也是劝我妈说，不要经营这家店，反正2个儿子在台北嘛，我也在中立啊，你就来跟我们。可是她常就跟我们讲一句话，说她一定要做下去，她要做到她不能做为止。为什么？想一想也好，因为她的朋友，她全部办在这边，她所有的活动有在这边。他每天都很快乐啊，他会去种菜啊，或去合唱班啊，然后我们社区会办很多活动，他都会去参与。渐渐好，衣服做好了嘛，又开始也订着。我们做惯的人随便一摸它就很顺，就可以定了。人家要一直在摸很久。他把电扇是还开没？还是休息？还是昨天的做上是休息？跟做是休息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卢水珍，分享收看金杯暗香风法。台湾大家看到嘅影片当中嘅金杯邀请到嘅主角吼，就係來到節目現場嘅莊王玉橋師吼，佢係嘅苗栗南莊當地當有名嘅人哦，因為聽講佢開嘅布店咧。已經有70多年嘅歷史誒吼，佢嫁到佢嘅老公嘅屋企以後哦，都開始嚟做經營嘅布店，做裁縫嘅工作，也曉得做裁縫嘅人，做得好嘅人哦，嘛越來越少誒，基本非常歡喜，做得來佢搶到人嘅現場，先來介紹莊王玉橋師莊阿姨吼。莊王阿姨啦，吼，因為以前咧已關府鄉啦，吼，阿姨吼。主持人好，係，大家好。我睇想講吼，大家要當好奇吼，個行業也前段嘅時代嘅改變吼，也賣衫褲當防騙嘛。以前嘅人吼，興樣辦咧，經常捱尾嘅時代買強樣啊，同阿姨嘅強樣。對，細妹攏愛學裁縫，係唔係啊？咧，係頭班人全部一家以前聽到學裁縫。我幾多歲都開始學裁縫。10多歲啊，10多歲忙頭班人他做結婚啊。20歲是結婚的呀。所以10多歲是學裁縫，學會來做這個家長。該當時開始學嘅時間，係因為。阿爸阿媽都能送去聘人，該學嘅係講自家都有熟識嘅人去學安尼。該過程係最非常係記得。佢有個師傅嘛，做裁縫嘅師傅去家店方學。係。因啥無限，店方要先到投入咩？遊戲爭算嘅嚟啊！記得遊戲其實學4年是學1年，然後到4年嘅個去家嘅學啊。係。然後有4年。所以講1年嘅時間去學4年。
嘿嘿。唔免当伊去学拄读的。嘿，唔免当伊去，头摆伊较无限。哦。从了爱打不卡又爱又种菜了的话吼，不卡阿妹了的话。嘿。佮又开店。嘿。头个卖衫裤，是爱种店了的，但有限又当去裁剪，去学裁剪做了又不卡做哎呀。哦。所以陆陆续续按1年的时间才放会晓都出个。我裁缝迄没懂困难的事情哈。困难什么？以前19岁国小毕业吧吼，是模特国中的。佮有个妇女会有教人裁缝的呀，佮有学3万嘢啦，佮是有当伊去的啦。佮有学一下。付费要交都错嘅，付费该学习的时间要交钱冇？唔是交钱。唔是交钱。学到乜计？佢學佢是初期嘅啦。係。雖然個3月要燒個花啦，打雜嘅就咁嘅吼，簡單嘅。做起嘅天都冇按到嘛技巧啊。哦。是學下簡單嘅。學裁縫唔止係愛縫嘅工作，還個要裁，還個要刺繡嘛，該攏係嘛。係，要用辦頭擺個新嘅衫要啲繡打雜嘅，要繡花落去。打雜。打雜用飯店啊。啊，該學識要歌唱要要本先生媽冇？唔會。唔會啊？係，其實講要算幾多名哦。佢要打電叫我是第3名嘅。哇，很強哦！按好幾球做出來體量嘅衫，體量衫係為到出家做，或者係講做出來本阿爸阿妹做。咁阿爸阿妹冇啦，專門做本阿老太太啦，因客太咩？係。咁要老太太老妹當到啊，7、8姊妹啊，是做本老太太的。按多嘅兄弟姊妹啊。哦，啊，迄無卡緊。只有唔去學過，或者係每隻兄弟姊妹攏姊妹攏有。冇，所以自己要學天。人哋要讀書啊，頭班人要讀書，哪有時間學？所以冇時間學。唔聽我講，唔該無卡街當時咪開店哦。要賣絲褲嘅，個西來衫褲。哦，賣西來衫褲。西來，唔過老妹唔嫁過去種家以後，改變係賣布係哦，本來都係裁縫店。係，佢賣布。賣布甲做衫賣，本來其實有。啊，初期嘅學嘅裁縫嘅時間，係唔係講馬上都要做當好，要做失敗嘅情形。失敗又唔會，家愛因親為個話咩？迄個有衫本愛看係是要出樣，留個衫那比，那到到那幾樣出去了是做阿老係嘅衫嘅。有衫好做樣嘅是做盲衣學裁縫啊。哦，我說要拿來裝來做起來。因為頭下吼，我看個樣片地圖，唔用迄個天通嘅，我愛啲吼，創業就個時代吼，應該係用腳踏嚟做。腳踏嚟做。係，個踏到幾舊嘅，怎個有天通嘅？我使用有天嘅。個踏嘅加起好多年了，啊，還是有一隻天嘅腳，那是踏嘅。哦，後面。千多年嘞，你阿咩還有人係用腳踏嘅。好。是腳踏後面還有一張買嘅太台嘅。哦，有太細台子粉咯。太台嘅是喺加工店做嘅啊，佢當盤嘅乜下盤是當得嘅。普通嘅踏嘅是盤係當唔落啊。哦。佢腳踏嘅種啊。工業車當會當得啦，個太台。係，廠家下嘅做衫褲嘅人要多嘛？因為唔睇下個樣片地當中吼，要講哎呀，因為隨便買都有啊，當到買衫買褲嘅人做衫要，頭擺還冇衫好賣，冇個片買嘅衫樣，全部來做個工錢最少咪400一兩衫啊，今天一兩衫100公元是買到的啊。哦。你啊個頭擺都應該做唔可以做發咩？也落雪。你講400係工錢哦，補個錢個無算哦，好冇？錯。係，我請問吼，唔見會做來日身衫，係唔係出家做嘅？我土心橋家做。啊，叫我請問吼，唔該當時吼，唔講，因為買人介紹同楊老公蘇司機，我教你咪補店。啊，其實呢，
加入以后，因为也系后生时节有学过做裁缝，拄好加入以后，该伢老公个庄稼吼，佢就已经感觉讲，拖到也好，也做衫裤按晓做哦，係唔係有安尼咁學咯？可能怕有啦，可能有，有啊。嘿，佢當時加入變成講，加入莊稼以後，個裁縫嘅工作都係賺錢嘅工具呢，錯冇？錯，冇錯。係，佢依然係唔係？我照顧公婆，照顧老公，個照顧生意呢，個做裁縫，佢當時係咪當無閒？佢一無閒咯，佢專門有生意的，老公是唔是人照顧啦，太嚴啦。老公唔是照顧，佢要照顧唔嘛？本來我聽土生意啊，阿婆咪我聽土啊，阿妹啊。佢要當體貼嘛，阿老公。我佢聽做。未聽做嗬。係，唔可以像有啲人嗬，有啲人講，客家男人嗬，佢太男人主義。係，其實我聽書做寫個寫字嗬，寫皮蛋啊，做乜嘅嗬，佢客家阿妹係以後生嘅。係。佢其實我要要煮飯，他幫我煮飯。佢媽出家要煮。係。哦。佢要賣菜，因是專門顧點裁剪嘅都。哦，負責對外嘅部分，來負責任都做嘅啦。係，佢一到人當係做衫啊。佢拿出去裁好本人拿出去加工啊。係，非常好。佢當時做衫同夜下去做衫，安尼個業績相差幾多？佢當時伊怎樣安尼做衫都得做幾多量？一月啦，做2量，做得多。係。從尾做3更半夜當衰無。休息期，等下等我嚟講哦。在做衫褲，人攏愛打扮呢，都唔是打扮呢，有樣哦。花都個布上去啊，是裁啊。因上個那搭被裁後背身材，裁頭前，相片那種的裁那搭被上較上布啊。我做唔得凊彩裁是做得啦。哦。所以還有個西裝的都我咪有做啊。你哋西裝也有做哦。嘿，頭髮有，旗袍咪有做啊。旗袍咪有。80年以後啊，那生意就比較做衣服的也比較少，人家都會去買那個成衣的，就比較少那個煤礦以前煤礦人家很多要做炭礦的布咩，又做個不木炭礦嘞，是木做嘞，又還燒嘞，燒個的東西啊。後來就是會發現那個。弄起來就開始就一直就很多人了。本地人買當人買包袱啊，買來買去是萬都買當人買的。伊下做起來，太監就是講當歲月以後，可能親自買啊。和服很好賣，做和服比較快啊，不用想頭腦嘛。做這個衣服又要搓那個做的，那做一件和服就可以做2件了。覺得他真的他頭腦算蠻好，一般人做衣服要打版或什麼，他都不用，他就身材量一量，他就直接只畫了幾寸，他就可以做出來。肩膀就是這個，這裡到這個肩膀而已，這後寬啊。反正有畫這個圖，一拿起來什麼都會。你看領子要怎麼裁這個領子，弄起來才會漂亮啊。大部分因為裁縫最重點就是在裁剪，其實車縫很容易。其實我做一件和服下來，我40分鐘，我可能會比媽快一點。或許我可能比較年輕，可是裁縫我就沒有像他那麼成熟。那可能是，這就是老師傅對。因為你裁剪最重要，你把那個凸形那些割肉出來以後，裁剪下來你才能車。其實車算是很簡單的一項工作。裁縫最重要的就是在前面的裁剪的部分。這些是做別的。
现在是在剪哪一部分？袖子、袖口这边袖口，就是要袖子就对。一直都，我每次是用这个尺刚好宽度，我就画这样，底下剪来做带子。就剩下的布啦，哈，是不是？哦，带子是腰带啦。腰带，像这个，这有弯弯的，就是把它剪下来。小孩子就没有剪这个，大人才有剪这个。这多出来都要剪掉，没有会跑出来。领子你没有处理好的话，它会曲曲折折，就不会平顺。就是那个部分这样，因为其他的话，反正你车缝就是直线嘛。可是领子的部分，你必须要角度那些要抓准，你烫起来才会平稳。那光领子的部分，你大概学了多久？光领子哦，刚开始我妈教我的时候，我还要拿很多工具哎，还要大头针，还要夹子。那个，因为你转弯处嘛，我们会把夹子全部夹那个弯度再车。后来妈妈会一直教我们有诀窍，哪个部分要怎么转哦。后来诀窍会了以后就不用。这条啊，是钉啊，钉到这个转圆角啊，圆角的地方定点，又要拉到这个领子的转角，就是这样。后面也是，对，就是钉到这边啊，底下由这边开始动，就有一个洞了，两边就流动了。这后面剪掉一点了哈。就会有一个弧度弯弯的嘛，剪到这个接口，不是接口了，中间它就弯下去。做些衣服就会有一点弯的领子，穿起来就会有弯，没有就会变成直直的，这样直直的就不好看。欢迎再来安平风法嘅现场。台湾嘅狗语吼，其实呢，其他讲大家拢当天然吼，南庄嘅人拢嫌弃狗子。我想讲，我嫌弃狗子嘛唔错咧，佢同我咩嘅鄉下嘅鄉一派人哦，我做唔得嫌棄狗子，嫌棄狗語，安尼較尊敬啦哦。我睇我在影片當中，同人可以講吼，唔得做衫褲，人拢愛打扮呢。都唔是打扮的，有樣哦。唔是。唔做呀衫褲咪講自家感覺哦，我用幾多都。是發到個布上去啊，是裁啊。因上個那搭被裁，後背身裁，才會裁頭前。而相片那種的裁，那搭被上它上布啊。嘛做唔得凊彩裁是做得啦。以前唔做衫拢係由影像地圖安尼來做啦吼。而家老人做衫要參考到。同到插枝啊，有乜嘅唔可以看喎。我講人因為時代冇咁樣啊，而咧時代嘅咩啲啊，相反樣版呢？因為按圖說咩，70人說的啊。唔是做咯個很難的呀，是做簡單的，是好的，會做是好的，唔會做個台灣嘅啦。哦。而家冇人買。冇人買哦。是多數嘅個老人家，特別係老病嘅是個專門裝嘅衫。很多舞蹈士咪吼，台灣都舞蹈士。哦，而家喺邊講退休，慢慢準備來退休嘅啦吼。是做簡單嘅時候嚟啊，唔要退休，唔過我相反嘅，唔要做是緊做到唔要做咧，做到分
要做事情做份好生意，到尾咪吼，敢敢去做啊。非常嘅乐观嘅个性吼，种木卡吼，个点地度吼，用个裁缝茶嘅，看到係天通嘅，唔过係电工点都有个传统式嘅，我讲用那个个年代当久嘅吼，係咪？幾多年唔了解來看冇？50年咧。50多年咯。結婚嗰時候，頭班人家庭都夾茶呀，要做啥嘛？哦，家族嘅哦。50多年，啊，也係做啲乜冇？做得。也要時常，梗係一點油嘛，錯冇？錯，佢平常喺叫要喺度加油。冇上路到是唔會行，是除非請人嚟洗過。係，像天通嘅同計納，用腳納計種嘅嗬，裁縫茶要乜嘅茶片冇，唔使用起來。因為我有時嗬，我細個時間當簽啦，啊我咪想講，我咪得插。那個裁縫茶嘛，當好教哦，去教，冇生意本該整速度嘅數呢。你個一到來唔對嘅時候，差不多聽從所做當家咪。係啊，當家啊。係。佢外家用咩會塔啊？佢特別唔是塔茶嘅啦，佢冇讀書，佢要會哦。係。佢下巴會當家當啲啊。係哦。啊也係有得用哦，啊家都當有家親呢，該古董茶嗬，也經常攏切冇嗰種嘅。因為個200年，你等於唔提供緊嘅親友特別嘅菜吼，親友價值，佢唔係講親同人講唔會行咧，只不過都快啲咧，會上路啊，是那送本啊起邊啊，咁買一台是價錢啊啲嚇，特別是900個樣，我還記得，特別買是900，也可能該台可能9萬塊，幾10萬咯，冇啦，幾千又冇啦，哦。唔要人，我人講該古董咧，該古董咧，也嗱限做啲納該叫做古董咧，啊做啲塔嘅該啊，係啊，該保存下來，該代表唔講唔延長嘅時間，加過一種假期後都日下平都日下嘅台茶。唔會，唔講係所用嘅東西全部頭尾都見得限材。弄限材哦。佢拆咪咁樣啊，學裁縫嗰個拆啊，哦要拆。嘅竹拆嘅啊！佢細細機嘅個板擦啊，咩全部行出嚟加水面嚟啊！加水面咯。農村唔啱東西全部先嚟用。保存都當好嗬。係一請問嗬，香港唔講做做衫，攏係大部分做嘅戲事嘅動作嗬。我聽講要乜要做嘅喪屍嘅喪家，為往生者揾嘅書記。係唔係？特別有注意人往生就照片，人喺度買，特別是冇照片嘅人頭啊，見特別是這個點樣照片。哦，用照片人走嚟買做錯嘅。係。照片一組一組啊，幾多亮幾多亮嘅。係。啊，家要去留一般該做衫嘅要乜嘅冇強樣嘅地方，要注意嘅地方冇？佢是做嘅是全部頭擺嘅太輕衫款嚟啦。個啊，唔係像寫字啊，哦，太輕衫款，佢是寫來要做幾多量，寫冇做幾多量嘛，南松蛋嚟樣。係。南松是松是倒回來，可比10兩，我說8兩。哦。8兩。松樹都錯嘅。松樹。寫冇是9，我說7啊。哦。135、137、9嗰種嘅啦。蛋樹是松樹啦，松樹是樣話算嘅。夾夫，可比迄大夫嘅作水夫、面夫是算3嚟啦，3條嚟啦。哦。佢3是松層嘅蚵啊，吼，是算2層，是2兩哦，1兩蚵是2兩，要做個3兩3掉落去，等有10兩冇說幾多兩。唔限記得個布行哦，布店成立最好嘅時間，大約係民國幾年嘅時間。啊！該當時嗬，唔該鎮上係有幾多間嘅布店嘅競爭冇？佢水仔歌是咁多真多間嘅。水仔是民國52年㗎，南東水仔。係唔係人講嘅87水仔？係唔係？係嗬，係8月7號嘅87水仔嘛？沒有，南莊要做水仔哦，做太水哦。有，佢87歲仔嘛，是52年啊， 52年咯。佢叫阿妹個慢慢嘅啦，我定記得。
该当时的水在迄青年的样板，迄连续录太语吗？连续录太语，报名个博啊，特别是博长久嘞，无讲那足博，是传播的，记个太桥，南庄个太桥个分乡公所后背啊。无做个地方啦。嘿嘿，个油，以前后背油是本太水大，还是水去大。哦，从嗰个地方个博过来。流过来是水是流到了太街来。我们个传下去，传到个去热线的啊，个传下去嘞是无几多分过，个是甘蔗加件布店嚟啦。哦，个是甘蔗2件布店。个有一件是火烧布，农会对门的火烧布个是无做。个是传到个矮件，还有个下边一件是伊特别水大体来一张买到个隔壁一件有张做。啊，也下做伫讲，改片也着布店迄历史最悠久的错无？错了，唔要查。唔要查吼。所有店名也最久的，所以物个插好店物个啊。啊，迄个南庄伊阮太家应该拢伫啦吼。俺讲俺去南庄，唔伫唔个店传那边，俺讲啊，俺去寻阿狗子，安尼因做伫等俺去都也不看无。太家讲壮神北个深丘较多。哦，壮神北哦，壮神北嘅深丘。我爸都种长神的。哦，长神北啊。好，休息以后，等下张来讲。我特别建夫来做人买哦，做水夫啊，所以咪一下建890条。啊，厉害哦！890条，一下千多钱咯，千多钱一下是建好了。欢迎啊！到咗嚟暗乡风化嘅现场嘅台湾吼，叫佢吼，佢嘅讲法吼，当写诗啦，也挨到第五在做事情，一天迄一板一眼，有冇数嘅诗人咯？个诗诶咩？今年人那有按改学嘅，佢就建嘅啊。今年人大部分冇学裁缝较多啦，因为佢读书嘛。时态无穷样啊！啊，蒙搞挨好冇？挨好，好冇？做得啦，一间嘢咯。一张嘢做好嘅晓嘅哦。系啊，你是做得。英语做得啊？健夫英语。健夫啊改。哦。他冇按度变化。系。健衫啊。衫都较难吼，因为衫甲板。咩？衫较多嘅手啦、凉嘅啦、纽孔啦、真多样啦，要胎嘅啦，佢做水佢夫啊，重复较贵做，剪一下就好。哦。我特别剪夫嚟做人买哦，做水夫啊，所以咪一下剪890条。哦，咁厉害哦！890条一下剪当多钱咯，千多钱一下是剪好了。伊用说是6条啊。俺还记得问该当时安尼，去吼还忙去到该加到庄稼的时间吼，加入去以后安尼按摩还做到几多量几多该衫裤，太弱迄样般的情形，做得非常该当时的情形嘛。个粮食吼，粮系相多嘞，个项啊，我头个要茶笋。我是采好，佢说茶笋，茶好是送去本个人加工，有6-7啥加工啊。得啥做啊无穷样哦，做啥物人无得啥要做哦，个啥物无按过做啊。系哦，只有一啥专门做啥，个有人做大夫诶，吼，内夫做胎诶，有个做婆婆，个有人是加啥？各啥做一行。哦，都系送出去攞杯本聘人来查都做嘅啦。因为因不开查，可能1台2台伊嘛。系啊，佢买人多咩冇办法嘛。佢所有买嘅东西啊，吼，全部去个布嘅做出来卖嘅啦。唔都剪好、裁剪好以后，送去攞杯本人查。哦，安尼怎么夹啊？讲有时一摆做几10两错冇？係啊，像兩隔壁咪咁樣，就行都是加減做，嗰個都搞了1-2千嘅，
特别做工要轻省呢啊，唔係動多錢唔做唔得啦。係哦。因做加工賣嘅人嘅多錢睇緊，唔是嗰個吼，全部是做特別人手工。不過按你嘅想法比一般嘅上班嘅人較好啦吼。其實按加減村內向加減村咧嘅錢啊，做老人做嘅人。唔客氣啦，咪個加減村，可能村都當多排泄講。唔免嗌啦，講人係做加工嘅人。人做加工嘅人。係啊。加減村，唔係村當多，錯冇？因此村啲人交錢，村啲交錢咧。有什麼？佢當時收入就比一般咧較好啦吼。佢還冇人嗰位咩？因做冇競爭，冇競爭也唔會廢嘅東西啦。做起來都平等也唔會廢啊。佢人去買是欠嘅東西做了是所以當多些。因為人家其實唔一人客除了男裝以外，唔有人客在外面試嘅人客冇。有。專攻去男裝前做衫褲嘅。有，佢有男裝嫁出去嘅啊，轉來所以來做啊。想想啊，係你轉來自家嘅故鄉家鄉來前做。係啊，佢裝我家孫仔是做的啊。係。係這樣。哦，一下很有嘛吼。一下是賣東西啦，賣皮蛋啲都一樣去買啦。因為愛做唔到咁忙，冇時間去做。係啊，所以你捱得啲咧。你阿布嘅咩嚇唔少頭啊？人冇件衫嚟做，冇老人做是冇人剪布啊。cái học裁縫嘅人要少咧，攏是唔會做嚟啊。因為以前人哋愛學裁縫嘅時間，愛賣布嗬，都賣幾匹布嘛嗬。各賣布各做。係。特別咱們可比獵匹布，係嚇唔少嘅，因此想辦法話條路。做成裡面條路啊。錯啊，嗱，如果冇社會嘅匹布，我樣辦嚟銷售。是做嚟賣啊，做那種。先做好來賣啦，好冇？安尼講，冇做好你都講，按個剪布嘅時間，夾布我看到冇家己用嘅弄該匹布在該地方。係啦。就拿來先做好以後。做掉點特樣，太細是有。加減賣，好冇？太亮細亮，又太翹細翹啊。夾團啊。安尼我看叫做唔乜車動搖生意嘅頭腦呢？你做生意嘅頭腦哦。像那種布做乜嘅啊？嗬。是做成門邊的，佢啲時裝布啊，唔少頭咩？冇人愛啊。佢買時裝布嘅人咩？見多見送人咩？佢買布特別來去長個度過嘅。我是冇辦法，不過我講，我是來做個西來時裝，西來個婆婆，時裝布啊，做起有人買哦。佢喺拿來特別是講，我講你迄個唔會做，你拿來表弟咪冇人愛。錯啊。除非我想去做去才有人愛啊。因為你看到唔做好嘅，佢兩可能係當適合噃，做看啊，一做非常嘅適合。幾多買咗嘛？係有人。所以佢買個時裝布嘅人哦，從佢來時都當我唔買嘅是錯得唔少啊，是強強去賭啊，唔買我啦。但是佢愛是老買啊，買到人家小賺錢時做起來買家私也好咩？錯。是穿。唔單純買布嘅時間嗬，佢可能一兩萬個穿冇幾百條。俺做好以後，佢兩個可能穿1-3千條，懂冇？係啊，有穿啊，比法布還有穿啊，真是有呀。頭腦啊，那種布做埋是做埋啊。一天呢，個想法。你講生理自然強都係安尼，像你看個時間人嘅時間冇通浪費呢，係冇浪費翻啲時間。啲人唔同係講話都冇浪費啊。係講多唔通講咁少啊！冇啦，講少嘅啦。係啊，咪真是啦，時間冇半點浪費。冇半點浪費嗬，非常好。像叫佢安尼嘅做事情嘅方法同嘅方式來講嗬，都係現成嗬。佢哋講我1分鐘要做乜嘅，我聽講要做乜嘅，我很陣嘅要做乜嘅。佢喺佢做3期啦講，做唔來佢嘛唔會答應。安尼都會做人咧，非常好嘅人啫啦，吼！安尼難怪講唔該男裝嘅布行吼，做研究，也係有一天嘅歷史嘛，吼，70多年嘅嘛，吼，
70人年，毋过我加50人年啦。 50人55。错啊。我民国50年加起啦。嘿。51年共一张，52年共一张。错啊，哎呀，100人年了呀，104年嘛。50人年时间，你看70人年的店面，50人年拢个唔得负责，搿都无简单哦。伊间店吼，做得做70人年，继续下来，佮继续来做，吼。啊，倒带呢，那当时，该当时迄那久了。因为拄到在做生意的时间，时代要转变嘛。以前做衫裤的人嘛，当到那生意无好的时间，样会转变，样板来转型吼。等下，休息以后再来讲。像以前伊遐做太原的婆婆也是水日本又买粮，去做水啊吼。嘿。买转来，后面也是看叫个样板做法做起来，个粮也是无穷样的做起来，热发发啊，做起来唔歹痛的。因这个是想办法啊，用完的菜下酱。哦，唔过改良高都错个啦。嘿。这个做更上看用完的改，做起来好看啊。欢迎到咗来暗香风化嘅现场哦。继续呢这个阿九子、阿九二吼，我迄嫌阿九子感觉吼，安尼眼颜色又强样，比阿子较少淡意思的hin啊哦。阿九子也请问哦，cái ngày店唔嘅店吼，虽然讲70年、50人年係唔得經驗，唔過呢，嘅過程當中有一段時間係生意無好。吼，生意无好，唔都要想讲，因为唔做生意要頭腦有啦，唔攞每要利用方法俾變好，cái過程係樣辦。個後面因為個樣咪生意無好，生意無好，個無愛客，無愛客。哦，因為南州冇幾多衫嘛，冇幾多人嘛。係啊，桂花巷。发起都是他多年。以前是细年婆婆啊吼，像日本时代一下开做生意是有卖的没，但是做一多的啊。做婆婆嘛个款的格的都较多的。哦。是做真多，到个一百个落去是较无个爱客来，不米桂花巷发起来啊。是不请多人来的没？哦。桂花巷发起。是开始有做个。所以该当时生意补点生意变好的时间，是因为桂花巷的问题啊。韩国个卖个衫裤啊，要请到我被做出来个衫的。个当多人摆摊的卖个人生个较便宜啊。吼，太监如果买个了。唔来进货入来。因较无卖个豆腐，因专门自家做的。哦，拢个自家做。其实。因摆摊的当多用便宜的嗰个太监师傅去看啊，是做是较老辈的是较无做个条衫啦，师傅来做啦，还没来做啦，后生的师傅专门买样个的啦。唔做好本家就要去摆摊去卖都错个啦。没有。没有。摆摊的是我本人来卖啊。老本人来卖。家是较无。我店面啊，我店面生意要变好很样办。用想办个办法，像香港攞梅改做浴衣係哦。係。改做浴衣是跟人向外做，还是讲无限啊？不明讲好人还去做啦，是去做起来，做是顺便做几两来啊。是当好买紧做是紧多，是紧增加是做的是当多是3点就做落去。最多的时间差不多将近几多浴衣。唔增加嘅手工拢唔出家己啥，迄家店底都含个ชิ้披萨来天数。个太原的无披萨做，所以挨个做个硬妹还好好。对样片底都看到该怎么的吓。太原的无不用做啦，西原是全部不用做。西原的全部裁好本去做，个下七头七路较低啊，做法啦。太原的较长，无共样的是自家做的。系啊，该当时做日本式嘅浴衣吼，外来嘅人客，
迄年尾又看到雕在个店对度，张越来越多人介绍来买迄。头头是本庄人，还有人买。系哦。本庄人买是变到配庄人来，看到是有是去做，建筑是更多人买。嘿嘿。佮北埔人当多人买啦，台北的啊，台北的个方向北部。嘿嘿，北埔人。北埔人是较多汉调的咩？嘿。佮南埔的做生人做的就休息水木了，那有做到个汉服个样个。啊，也还有买冇？有，了南埔人伊都人买了。嘿嘿嘿嘿。啊，店底都韩国有来卖日式浴衣嘿哦。有。嘿。佮专门做。做个日本式嘅浴衣吼，有乜嘅困难嘅地方冇？最困难的地方係乜嘢？因為浴衣我哋都係安尼，好毛茸茸，親像浴巾。要太橋細橋啦。係，要當困難冇？因太橋是去合法的啊，韓國布的無平法，要剪法無同樣哦。伊啲布平嘅啲布啊，布的合縫要那到來剪嘅要上頭咯，那種的剪法。通講個涼嘅個冇好做係哦，浴衣。睇人講出頭出路先好做啊。係因為裁剪的關係嗎？唔係，同樣做嘅方法定點問題，要做嘛事情咩有一隻定點嘅。係。哦，做事情清楚有一隻嘅話。技巧。人講也冇講，也唔是打扮的，都跳做的，啊騙人冇強用啊。啊，迄面講裁剪好以後，啊都做唔該裁剪的。差唔過個，不過對兩個個老講啊，技巧個老講啊，像我們老技巧講，那搭開始打下去，聽一邊那搭對到那搭唄，要將轉過那邊去，廣告技術要低咧，而人廣告一隻技巧。啊，也技術係唔自家研究出來嘅。因像以前伊遐做太人的婆婆，係去日本又買糧，去作衰啊吼，買轉來。不明也是看叫个样板做法，因是看过是买啦吼，然后边边做起来，个量也是无穷样咪做起来，你发发啦，做起来唔歹头咪，因这个是想办法个样板的菜下酱。哦，唔过改良过都出来啦。嘿，这个做更想看样板的改。也对我讲，吼，要该做生意的头脑。唔可以講啊！我去日本，嗬買個衣裳轉來看到，日本人安尼做，我都安尼做，嗬唔可以來改良，本應該台灣人做起來，較配合、較適合嘅啦。係啦，做起來好看啊。而家正常嗬，男裝正常韓國有像安子成嘅裁縫師嘛。他冇。他冇嗬。老嚟啦嗬。係。香港又冇學啦。係。今年人了個老人做衫嘅其實是難時做衫了。我聽話，我有人問我講真嘅嗬，你講唔會想講，愛個結構來退休嘛？總唔得講做都唔曉做嗬，做都無法度做。啊，或者係講而家那有人愛學，唔願意教佢嘛？你講一整嘢都做得起啊？做得啦，是。富天天咯，衫冇辦法。衫要結構咯，唔講咯，我考慮一下。專心，嚇吧，除非專心冇是外個剪個裁好個衫那邊，有的我是送一兩衫邊，唔是做了，老講那你還要做那種個काम用辦是送個我裁好個那本去，不去做啊。個朋友啊，我講啊合唱團的啊，做衫我是。啊，要計劃冇？要計劃哪叫啊退休冇？80歲？冇計劃。有嘢我做都唔會做為止。我傾講係做見做。哦，好，安尼有閒我等伊請，嗬。好啦，今日哦，非常感謝阿九兒啦，嗬，應該閒起係。咩唔記到衰啲？唔記到衰？係哦。我安尼講出來，大家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攏知嘅。我今年吼30人做比無啦，我做名來做戲啦，七對做戲啦。係咪？係啊，我都講
添阿姨都好嘛吼。好啦，今日感谢阿娇姨哦，来到节目当中讲安度吼，做菜饭哦，食材有样哦，该要心动油啦吼，动油心做起来，长衫裤上会好看。啊，做得今日看到阿娇姨出家做嘢身衫都伫个当奖哦，也喺唔看套心球，都也身材还咧保持当好，啊又健康嘅内心，啊，佮又当食材嘅项目嘅技术吼，做衫裤嘅技术也冇简单。健康是要做，哦，健康都要做吼。唔好拖摊。哦，有呀，哦，也係基本大家嘅建議吼。好，今日感謝阿嬌姨來到節目當中，安享風法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謝謝謝謝，阿嬌姨，嚟飲茶飲茶飲茶。